而且是日本旅行的女主团体 One Five 今年受邀请来台南跨年演唱，30号市府先伫大园皇冠酒店盛大举办媒体见面会，也准备澎湃小姐甲美食热情款待，互因感受台南满满人情味。会中伊嘛用招牌鞠躬舞来回馈予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One Five， 好好吃面对31号就将登上台南跨年演唱会，其实因表示相当的紧张，不过一定会早予观众上赞的演出。会中市长嘛用家子茶啊装满伴手来欣赏，希望用美食达成最佳的城市外交，邀请大家跨年拢来台南。今天我们先日团 One Five 先来台南跟大家见面，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做城市行销，介绍台南的好物，一边是水果，一边是这个饼干、甜点或是卤味，这些都是很多好朋友喜欢吃的。那我想我们在地喜欢吃，可是国际的人士我们还是要介绍给他们。当然，一方面是他们带来载歌载舞精彩的表演，一方面又是能够来城市来走走逛逛，来行销城市，这是我们很希望带给国外的这个表演团体一个舒适的台南之旅。市府对2019年开始就举办台南好样跨年演唱会，对日本、韩国、荷兰等这些国家邀请艺人来演出，当然嘛希望借此吸引国外观光客拢来台南旅游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